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你不要紧，真的是你。你当好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谢谢老天。告诉我，你妈还有国强表哥都好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国强，国强怎么了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怎么会呢？国强是在一次大地震里死的。这些日子来，是谁照顾你跟姨妈？幸好我们遇见了一个贵人，他人很好，一开始他就收留我们。幸好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你呢？这些年，你都到哪儿去了？我一个人，哪儿不好去呢？我原来在基隆教书，后来得了一场大病，医生叫我多接触点阳光，所以我就决定搬到南部来。没想到，竟然遇到了你。喜妹，喜妹啊，喜妹，喜妹，妈，喜妹，你没事吧？姨妈，是我，安邦。安邦，安邦，你还记得我这个姨妈呀？孩子，我问你，当初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了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姨妈有多担心啊？当年我唯一的妹妹把你交给了我，是谁呀？长途跋涉，一路带着你逃到这儿来，你枉费我把你拉到大理，你就不在乎姨妈担心失望了啊？姨妈，我错了。
我当初不告而别是因为我不管你是什么理由，你一声不吭的说走你就走了，就连你表哥国强的婚礼都不回来参加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呀！过去的事就别再说了。安邦不是回来了吗？他还知道回来啊！姨妈，姨妈，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以后啊，姨妈可不准你再无缘无故的失踪了，啊！是，姨妈。啊，阿喜，谢谢你。你们认识啊？阿喜是我来这里面认识的第一个人。安邦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，一直在照顾我们的那个贵人。真的，阿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照顾我姨妈跟七妹，谢谢你。去啊！但你若说咧用心，第一好你啦。哦，多谢。你知影无？迄个新来刘老师竟然是江妈妈因外孙啊！含师妹佫有讲有笑，佫甲我说多谢照顾江妈妈含师妹。听伊的口气哦，敢若一家之主嘞。你咧食醋呀？我哪会啦？唉，这叫做讲傍观食青啦，当局食皮啦。啊，你免骗我啦！要无阿姨啊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有介意师妹啊无？我介意对啊？毋知影。啊，你若毋是介意人，免来突然间看到迄个新来的刘老师，那个无得势哩，你也共看毋上眼。哼，人伊嘛无惹你。我讨厌伊含师妹讲话迄个型啊，敢若惊人毋知影因两个偌好咧。阿姨呀，你实在哦有够颓呢，啊！连你家己在爱人，你都说本人做毋知影。我看吼，你着爱小啊，较用心嘞。要若无师妹是会去用抢伊哦。经常吼，我已经甲你提醒啦，你家己若阁无拍无算，我也无法度啦。我敢真正爱着师妹，我家己哪拢毋知影咧。还是姨妈包的饺子好吃。喜欢啊，就多吃点啊。我自己来。安邦，你告诉姨妈，当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啊？你以为啊，你不说，喜妹不说，我就不知道？这都是命啊。其实啊，我早就看在眼里了。这表兄弟嘛，同时爱上一个女人，也是很平常的事啊。你的出走啊，让给了国强。可是国强他还是走了，都是为了我。要是你娶了喜妹，也许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。姨妈，你别难过了嘛。表哥他虽然走了，但是你还有我啊，以后我会好好的孝顺你的。哎，我来，让你妈真不好意思。来坐。喜妹，都是一家人，来坐下吃啊。谢谢。安邦啊，我们家里呢还有个空房间，你也不要再去住宿舍了。明天呢就搬过来，大家彼此呢也好有个照应啊。这样方便吗？妈都开口了，还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明天啊，就叫喜妹去帮你收拾收拾。以后呢，你就跟着姨妈一块住，也不要在外面再飘荡了
啊，谢谢姨妈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姨妈真是的，我跟她讲我没什么行李好整理的，她偏偏要你来帮忙。你问我，我问啥？啊，顶工师妹啊，就甲我讲啊，你要开迄挂包店啊，菜市仔口有一间店要拍互人啊，看意思是安怎？啊，落啦落啦落啦！好，啊，我看我才会收吼。好啦好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机会来啊，机会来啊！你爱好好啊表现，来来来，紧先食面。咱即马面哦，紧吃完伊完，啊，你通好专工去陪伴伊师妹，踮市仔口去看店面。万一人若无介意，我毋加说。无介意，咱顺便过来找。你无听人俗语伫咧讲，健身拍酒啊，酒正庄，你知啊毋知啊？才像你啦，一来也毋开喙，二来佫毋行动，你是要安怎去打动对方的心？不要再哭了，奶不是刚喝过吗？药片也换过了。喜妹啊，喜妹，哦，哎，我在换尿布啊。真是吵死了！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拜托，不要哭。喜妹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也不知道是金龙还是于峰一在哭个不停了。宝，是金龙啊。
你真有一套，孩子到你手上就不哭了。我比较有孩子缘。阿姨呀，哎，还好有阿喜来。哎呀，我对小孩子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对小孩子要有耐心。好了，安邦啊，来，你房间啊都整理好了，一会儿啊你看看还缺什么东西啊？谢谢姨妈。啊，你要搬来住啊？是啊，我姨妈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阿姨，你来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噻？哦，大明讲你要家己开店面啦，拄啊菜市仔到，有一间店面要拍互人啦。你跟我到底来去？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好，来我来报。安邦啊，我看呐，还是你陪喜妹去一趟吧啊。好。菜市仔挖倒位？第一个，哎，菜市场不好啦，又脏，细菌又多，不适合开店的啦。可是菜市场人来人往很多啊，而且又是闹市，做生意应该是很适合啊。菜市场不好，姨妈，菜市场太脏太乱了，没有学校附近好的。你看，学校附近每天上下学的学生，还有附近走来往的行人有多少啊？可是，喜妹啊，这个安邦说的对，他书念得多，他也想得远。读书跟做生意有什么关系？做生意啊，不能光靠力气，要靠点头脑的。开店面做生意不是小事，我想也不急于一时。等将来有机会再试试看别的店面吧。我来。阿姨啊，多谢你。安邦讲话就是安尼，你唔通放在心内。会啦。真是不要紧。不要紧啊，张妈妈拢听你的，啊你拢听张妈妈的。我主要读了无济啊，我会讲赢伊的。啊，不过我一直真看重你。真正？当然是真的啊。这个日子来，若是无你，我拢无法想会变成什么款。你对我的好，我拢会记在心肝内。在你生活中，刘老师较重要，也是我较重要。无啊，我是讲，我先来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。安邦，这是妈特别为你准备的宵夜，你吃了先去休息吧。好，谢谢。你放手！妹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老躲着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别抓着我，这给人家看了不好。喜妹，我以后再不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安邦，覆水难收，一切都已经成为事实了。喜妹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。难道你一点都没想过我？你不要忘了，我现在是国强的未亡人，你的表嫂，金龙和玉凤的妈。如果当时你已经选择了放弃和离开，为什么现在还来为难我呢？当初我是顾念了姨妈对我的养育之恩，还有对表哥的尊敬，因为我知道表哥太喜欢你，我不能够跟他争啊，所以我才不告而别，一走了之，音信全都没了，你就不管姨妈伤不伤心了？安邦啊，姨妈把你从小带大，你那点心眼我会不知道吗？我一直把你当成我自己儿子一样，国强有的，你哪里少过一份呢？可是国强他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啊，而喜妹呢又只有一个，你叫姨妈怎么办嘛？
我没有一点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看到喜妹今天的处境有感而发，看到你们两个这样孤苦伶仃的，我于心不忍啊。你是看到喜妹这样心疼吗？妈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半点委屈啊。难道你要学吗？这么孤苦伶仃的飘零一辈子吗？如果真的能跟您一样，不也是很好吗？不，姨妈，今天当着你的面，我一定要把我心里的话说清楚。以前表哥他在，我不敢说，可是他现在走了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再隐瞒我内心的对你的感情了。安邦。